依山臨海，呼吸之間，置身黃金海灣，開展自然寫意生活。五大泳灘觸手可及，由項目出發，步行約2分多鐘，即達黃金泳灘。超過10萬尺園林會所，世界級景觀設計，鏡頭內外嘅風光都係焦點所在。走過約1公里山徑，頃刻感受4季舒態。投入專上雙會所，隨時隨地享受溫馨家庭時光。體驗互動遊戲樂趣，建立色彩繽紛童年。24小時健身室，選用著名健身器材品牌，助你邁向健康生活目標。精彩不斷上演，帶住寵物喺廣闊綠野奔跑，或者喺自在時刻發展興趣，創造專屬私人空間。喺戶外竹林瑜伽，隨住呼吸釋放身心。藍天之下，面迎大海盡情暢泳，沉浸於無邊際嘅舒心寬廣。經3號幹線及港珠澳大橋極速連接中港商業核心，半小時內順達各大市區，迅速聯繫香港國際機場，超過15條巴士及小巴專線往來港九新界。鄰近多間優等學府，為下一代打造成才之路。周邊配套完善，約半小時中環港深地區，領略深圳多元文化與購物潮流。品味消閒，8分8滿足。3大著名行山徑近在咫尺，自然氣息伴隨成長。項目由國際知名設計及建築團隊匠心鑄作，觸動幸福初心，延續互動故事。Live in, breathe out， 連繫山水，心動呼吸。黃金海灣，以南 Gold Coast Bay，The Upland。